2026年，港府正式展開華富邨清拆工程。呢個被稱為全港最邪嘅公屋，即將成為歷史，而深埋多年嘅秘密亦再一次浮出水面。但好少人知道嘅係，呢度嘅前身其實係雞籠灣墳場，去到二戰時期，更加成為咗日軍大屠殺遇難者嘅大型亂葬崗。時至今日，海邊仍然整齊排列住超過8000尊神像。據講，村民供奉佢哋嘅目的就係要壓住埋藏喺地下多年嘅怨氣。不過講到華富邨最詭異嘅傳聞，仲要數到80年代嗰次 UFO 事件。當年大批居民都話親眼見到一個巨大嘅八角形飛行物體喺空中徘徊，成為至今未解嘅謎團。隨住清拆展開，居民相繼遷出，原本熱鬧嘅長廊逐漸變得空無一人，而坊間亦再次傳出有啲未能安息嘅亡魂會喺深夜發出悠悠哭聲。